翻嚟最後一節嘅新界東選舉論壇，依家有請16至19號嘅候選人送大禮，先請16號。我就想送俾阿梁國雄議員。我手上咧就係九龍灣一啲租盤嘅一啲傳單同埋啲地產代理嘅卡片。梁國雄議員咧過去8年已經係擔任咗立法會議員，每個月揾緊7萬幾蚊。好多嘅後生仔咧當你係榜樣嘅，你可唔可以盡翻一個成年人嘅責任，搬出呢個公屋，騰空翻個單位，俾翻19萬幾個輪候公屋嘅居民可以快啲上樓？房屋署做咗審查，我提醒你，你係個污點證人。李旺陽係佢選嘅時候，李若輝佢選嘅時候，你係污點證人。我係良好市民，坐緊監嘅係自由黨嘅中常委，我盡咗我好市民嘅責任。而家李旺陽嘅死因都話做咗審查㗎。17號。污點證人收聲啦！我係良好市民，梁國雄，你而家失實聲明啊！何文傑，你話長毛冇好示範，但係長毛有好嘅示範就係佢每月嘅人工捐出嚟做社運基金，有好多青年人係好支持佢嘅，所以你有啲問題呢句説話。本來同姓3分親，但係我冇辦法唔送龐氏家訓俾龐愛蘭，因為喺上次嘅論壇裏邊，你竟然唔答6·4平反6·4嘅問題。你嘅政綱話愛家庭。但係你唔支持爭取平反6·4，你點樣對得住天安門母親？你點樣對得住呢啲被坦克去剪碎咗嘅家庭？如果咁樣，你嘅愛家庭只係一個好虛偽嘅口號。所以希望你收咗呢個龐氏家訓，好好反省一下。講得好。好，5號佢已經冇時間㗎啦，咁就請其他朋友想發言嘅可以繼續。12號。龐愛蘭將會係新界東嘅鼠王芬，請大家認清楚呢個真建制假獨立嘅龐愛蘭。請支持新民主同盟12號范國威團隊，因為我哋組織制資源少，但係我哋有紮實嘅地區工作，堅定嘅民主立場。好多謝你，時間用完啦。另外，龐愛蘭經常吹噓佢禁毒嘅經驗啊，其實代表咗舊思維，因為香港禁毒係一種驗毒嘅方法。但係我喺拉丁美洲考察嘅經驗，人哋係用古典音樂送俾青年人，讓佢有美好嘅人生。於是佢就離開毒品。所以龐愛蘭呢一類即係代表舊嘅思維，希望你哋市民轉一轉你哋要揀嘅人。由陳茂波等等嘅事件呢，更加俾咗我哋一個好好嘅教訓，就係話要作為一個公職人員，最緊要就係誠實。我哋請18號送出嚟嘅大禮。各位市民，我哋送呢個呢，就係俾大家嘅一個回收桶，俾全港市民，咁呢，就可以方便到一啲呢執紙皮嘅婆婆，亦都希望能夠呢政府多做一啲綠色環保嘅事業，令到我哋市民，我哋香港呢個堆填區會減少。如果啲回收唔到嘅垃圾嘅政黨呢，就應該掉落去堆填區。係啊，支持環保咧，亦都係即係我好重視嘅工作。咁所以咧，我有好實質嘅工作嘅。我喺沙田區咧就做咗第一個嘅環保農莊，叫綠庭園。咁有300塊田咧，就俾市民耕種，咁好受歡迎。咁我希望咧可以更加善用政府荒廢嘅土地，去做多啲嘅環保農莊，等多啲市民咧可以享受耕種嘅樂趣。17號。做議員有責任將小嘅聲音帶入議會。但係我好奇怪，點解冇關心環保嘅議員講，譬如天台嘅種植，講垂直嘅耕種？其實好多市民係期待你哋做一啲嘢，所以希望你唔好選呢啲虛偽關心環保嘅人。我真係有做㗎，我喺沙田區咧種完咗20間中小學做綠化天台，而家一路都做緊。咁就我希望以後可以再做多啲。我喺沙田區住咗20幾年，我從來都未聽過你呢個計劃嘅。你呢個計劃係咪自己人玩㗎？已經做咗2年㗎啦，你得閒帶你去睇下。你有冇？你熟唔熟悉沙田同埋馬鞍山㗎？呢個農莊都好出名，而家有2000幾人排緊隊。我爭取緊更多嘅土地，做更多嘅農莊，為市民服務。陳國強，你要選議員嘅話呢，你就要去落區睇多啲市民情，你先至知道地區發生緊乜嘢事。就咪話你咯，做假學歷啊嘛。最後請19號送出嚟嘅大禮。我而家就話俾梁安琪聽。立法會做乜嘢啊？不過都唔好想答你嘅。呢個立法會呢，有啲人話支持民主嘅人好惡、好嬲，開口鬧人。你望住呢班建制派做錯咁多嘢，我唔通我讚佢啊？讚唔落手。如果我當選，我會將我議員嘅薪金全部捐出嚟，俾新界東兒童教育基金，幫助啲兒童提高佢哋外語、文化、藝術、音樂嘅水平。另外，香港嘅公屋呢，有好多 uncle auntie
50幾歲啦，佢哋住咗20幾30年，佢哋唔係唔想買居屋或者買私人樓宇，真係買唔起嘛。我當選之後，我要政府釋放呢批公屋出嚟，所有公屋居民有權買翻佢嘅公屋，所有租金要計埋落個。好，唔該晒，你用晒你嘅時間啦，其餘係4號。陳國強19號啦。如果你想知道立法會議員做咩，你話唔答我啦。我一陣間呢，喺送大禮以外時間呢，可以將呢個一國兩制文獻送俾你。基本法73條10項功能列得好清楚。唔該。其實個社會可唔可以講少啲錢呢？好多人都喺度講錢，可唔可以講多啲身體力行？好多謝你，時間用完。18號舉個手。係，我咧就不嬲都支持環保簡約，咁咧同埋一啲咧增加競爭力嘅問題。頭先阿國強咧就講話，即係會慷慨咁捐咗錢，但係我實質咧而家做緊現任嘅議員咧，都係一樣咧係支持環保同埋自己揞袋。頭先葛珮帆咧就送個安樂窩俾市民，但係佢哋民建聯咧05年咧就反對復建居屋，08年咧就反對立法保障買樓人士嘅權益，佢根本就好多謝你。琴日去 ICAC 舉報公民黨陳家樂嘅唔係民建聯係民主黨，好唔該晒你。我想講嘅就係2010年嘅5區公投係啱嘅，民主黨唔參與兼抵制係錯嘅，呢個係政治嘅錯誤。至於話人哋收錢嗰啲要有證據。我先啦。其實我哋企喺呢度咧，享有言論自由。我希望投票嘅選民真係睇清楚先去投票。請大家支持民建聯9號陳克勤嘅團隊。好多謝大家。咁我哋而家咧即刻進入去一個總結嘅時間。總結時間，每張名單會有15秒㗎。先請19號。我除咗會將議員薪金全部捐晒出嚟幫助新界東嘅貧困兒童之外，我哋要爭取喺4年之內，公屋居民有翻自己買翻自己嘅公屋。呢件事包喺我陳國強身上。請支持19號陳國強，多謝。請支持18號方國珊，獨立專業同埋咧係唔會讓呢個政黨壟斷香港，將我哋啲獨立嘅聲音咧係為市民嘅聲音咧係入到立法會。請支持向全港700萬市民問責嘅方國珊。請支持18號方國珊。我邀請市民喺呢刻望清楚旁一名，用大家幾十年嚟做人嘅經驗同埋閲歷去判斷一下，我係咪一個你值得投票嘅人？強積金係向基金公司利益輸送，政府一日唔同意將強積金可以作為供樓、供按揭、做定期存款，我何文傑喺立法會反對所有政府嘅議案，我一票冇得喐，投票支持我16號何文傑。有街坊同我講，佢話實得嘅，唔使我嗰票啦。如果係咁，我分分鐘會爭1000幾百票而落選。支持民主嘅人，希望你記得9月9號出嚟投票，記得投一票俾15號湯家驊同埋楊岳橋。好。30年嘅地區工作同埋20幾年嘅民主運動咧，黃成智一路以嚟咧都係努力不懈。今次咧，成智個選情咧係危急，希望大家全力支持我14號民主黨黃成智繼。自由黨一向都唔肯做盲目嘅保皇黨，亦都唔會做搞亂黨嘅反對黨。長毛，我哋自由黨有牙㗎。憑良知、求實事、中堅中立。根據港大民調顯示，我范國威同埋建制派候選人呢，而家係力爭新界東關鍵嘅最後一席。請大家支持12號新民主同盟范國威團隊。多謝大家。各位，我堅持支聯會嘅工作23年，因為我相信六四係大是大非嘅問題，香港人要承傳落去，唔可以俾當權者係扭曲歷史同埋洗腦。希望認同呢個理念嘅朋友支持我蔡耀昌11號。多謝你。一個社會嘅素質咧，唔係睇佢擁有幾多財富，而係睇佢點樣對待弱小。我哋堅持同弱勢同行，你同我都係99，唔好俾1% 主宰。請支持工黨10號張超雄、郭永健。各位市民，社會嘅唔公平唔係靠掟蕉拉布而要去解決嘅，你係需要一個有承擔、有經驗嘅議員。9月9號請你全投民建聯陳克勤嘅團隊，我哋係9號民建聯陳克勤、劉國勳嘅團。良禽擇木而棲，市民雪亮嘅眼睛你都睇到，亦都會識得選擇一啲實幹、真係愛民、能夠推動政策嘅團隊。請支持8號邱榮光、湯寶珍嘅團隊。跟住有請7號嘅候選人7號。
第一，要梁振英無條件撤回國民教育；第二，特惠生果金免資產審查。喺議會內，我哋最搏命、最有創意；喺議會外，我哋動員群眾嘅能力最高。多一個人民力量嘅議員，香港多一分希望。多謝。各位，香港要發展需要務實專業嘅議員。新界東我選情嚴峻，要力保兩席。請上屆支持我哋民建聯嘅市民集中票源，支持我6號民建聯葛珮帆團隊。多謝。過去7年，政府冇建樹，社會矛盾加劇，政治議題蓋過民生議題，市民希望改變。5號龐愛蘭團隊同心打拼為未來，請支持5號龐愛蘭團隊。多謝大家。梁安琪努力寫一個香港人自強不息、自力更生嘅香港故事，又或者你嘅一票可以改寫一個香港傳奇。唔好信民調，信自己眼光。梁安琪得㗎。9月9號投梁安琪一票，4號。唔該晒。9月9號嘅選舉好重要，民主黨為你同你嘅家人爭取咗1人2票，我請你哋全家總動員出嚟投票支持民主黨，亦都支持我3號劉慧卿團隊。多謝。大家好，我係2號工聯會葉偉明，我呼籲工聯會嘅會員同埋支持工聯會嘅朋友，係9月9日立法會選舉出嚟全投票支持我哋2號工聯會葉偉明團隊。做實事、撐勞工、為基層。唔該晒，你嘅時間用完啦。各位，無望李旺陽，無望劉曉波，我終於揾到邊個最無恥，你哋唔使驚。最無恥嘅就係你哋嘅主子共產黨，結束一黨專政，釋放所有政治犯。好多謝晒19張嚟自新界東嘅候選人嘅團隊，咁啊，亦都係祝大家咧係選舉順利。聽晚7點至8點會有九龍西嘅選舉論壇㗎，聽晚見。